當我知道自己有癌症啦，我係沉咗一陣嘅，我就覺得我唔可以坐以待斃，我繼續係去追求我嘅夢想啦。因為長者都有佢嘅夢想，咁其實癌症病人都有佢嘅夢想㗎。其實喺我嘅義工服務上邊咧，我好深覺得唔係我去幫咗嗰啲服務使用者好多，好多時候佢哋一個好親切嘅擁抱啦，或者係問候啊，對我一個好大嘅動力，我好開心。呢啲係唔可以用任何金錢代替到。我喺阿宗友身上邊學到做人嘅態度，做義工帶來嘅歡樂，俾人帶來個開心嘅形象。有阿宗友嘅地方咧，你可以見到其他長者同佢嘅互動咧，都係感覺到佢係好關心佢哋嘅。撈亂啲樽做喎，撈亂埋啲樽做喎，睇你執到邊個樽攞領緊。退休之後咧，我第一時間係走嚟呢個長者中心睇下有乜嘢義工可以做。以往做嘢嘅時候係冇時間同社會接觸啦，亦都睇見社會有好多老弱啊，於是諗住如果我將來唔使再去為生活嚟去工作嘅時候咧，我希望去做一啲嘅工作能夠幫到呢啲人。做咗呢10年嘅義工，我越嚟越覺得我好多嘢唔足夠。同老友記啊，或者係服務使用者嘅相處嘅上面咧，有唔同嘅挑戰啦，唔同嘅學習，亦都有好多開心同埋艱辛嘅日子嘅。咁同佢哋一齊去面對去度過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對我人生啟發咧係豐富咗好多，係少少一個問候，少少一個微笑，或者搭下你膊頭，或者我去搭下佢膊頭，我哋經歷嘅旅途就係好開心，好滿足。我喺中心10年咧，我有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呢個係我屋企。我除咗接受服務，我可唔可以有啲嘢可以係俾到其他嘅老友記呢？我哋可以搞一啲活動，睇書啦，或者係睇電影啦，或者聽歌啦。宗友喺佢個服務裏邊咧，嘗試係真係令到其他義工都會覺得哦，原來呢樣嘢係得嘅。包括去講哲學啦，原來長者可以講流行曲啦，甚至乎去立法會講嘢啦。咁我估呢啲都係令其他即係義工睇到，原來做義工可以咁樣嘅，會令到大家多咗好多想像咯。改進緊社會，令到個社會再多啲嘢，其實都係一種義工參與。依家透過做義工，我越嚟越覺得對我人生啟發咧係豐富咗好多，因為喺中間我好享受。